免这样的工作的政治化。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和公民社会没有任何的关系，和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工作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其实呢，它就只是和政治目的和美国的这个政治意图有关。谢谢。我感谢尊敬的伊朗代表所做的发言。我请委员会的各位成员能够将自己的发言进行一下调整，让它呢和我们现在呢所讨论的这个议题是有关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偏离了议程的话，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会议。我相信呢，大家都是有能力以合作的方式，以高效的方式开展工作的。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可以呢适当的把议程的各个阶段都过完。我们可以呢完成工作。我们肯定呢是有必要的时间让大家呢去发表意见。我们将会有一般的这个发言和具体的话题的这一些专门的发言。但是如果你要想讲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一般性的这个政策，而现在我们想要做的呢是把重点呢放在巴特里米主任所讲的话的时候呢，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情况，请原谅我这样说。现在我请，如果没有其他的人要求发言的话，我现在请尊敬的奥地利代表发言。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完全的听取你的这个呼吁，就讨论今天的话题。非常感谢刚才主任所做的非常有用的介绍。从观察员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想要呢问或者是说呼吁你使用建立起一个新的平台的这个计划，就是这个委员会将在这个平台上开展工作，同时呢也能够呢增加非成员和这个对于观察员的透明度。我们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可以看到呢，越来越多的观察员参加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工作，这就反映出了我们所有的人对于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所开展的重要的工作非常的感兴趣，所召开的重要的会议感兴趣。但是对于观察员来讲呢，我们很难的去跟上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我们无法了解内部的一些信息，我们不知道呢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上，哪一个会议上呢会去审议哪一个申请。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比较有用的呢，当然我们不可能呢去完全的去进入这个数据库。我们知道呢我们不是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呢到底哪些申请哪些这个清单什么时候呢会被这个审议。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使用你们工作的现代化的这种方式，能够把我们这些观察员更好的纳入到你们的工作中去，这对我们所有的人将会是非常有益的。谢谢。感谢尊敬的奥地利代表的发言。各位尊敬的同事，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个阶段。我现在请委员会来看一下呢临时议程的议题1，就是选举官员。这是在文件1C2 2018/1增字1修字1。大家还记得在早期的会议上，土耳其的霍斯库尔理事被选举，还有 Fravit Jabab， 他是来自伊朗。土耳其的代表的呢是这个西欧国家，还有呢拉律这班，他继续是作为报告员。我要提醒非洲国家和亚太国家，他们也应该呢去提交自己的代表，让他们能够担任其他的这个职位，应该尽快的这样做。如果你们能够尽快这样做的话，我们将会非常感谢。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进行议题2，就是通过议程和其他的组织事项。各位尊敬的代表，
大家可能还记得，2018年的议程是在我刚才所提及的这个文件里边，已经得到了委员会的批准，是在例会的时候，1月份的例会的时候所批准的。现在我就请委员会来继续审议议程，也就是在这个工作文件1里边的议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评论？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愿意通过在11里边的得到口头修正的这个版本？那么随着委员会继续在本届会议期间开展工作，这个文件呢还会得到进一步的修改，没有反对意见，议程通过，非常感谢。现在我请委员会开始审议我们临时的工作日程，这个是在文件1里边所包含的一个议程。有没有任何人想要评论？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愿意批准我们的临时工作议程？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非常感谢。Me permito invitar al comité a comenzar el tema. 我现在请委员会开始审议议题7，审议特别报告。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的报告。尊敬的中国代表发言。在这个议题下，中国已经提出要求取消受威胁人民团体的这个自上地位。我们也已经按照委员会的规定，已经给您发了一个照会。这个照会呢，已经在这个散发给所有的委员会成员。我相信，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应该已经就是仔细的看了这个照会。我们为什么要撤销他的自上地位？在照会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今天呢，我就不再重复里面的内容，就只想强调3点吧。第一，就是受威胁人民团体允许中国的一个恐怖分子多利坤以他成员的名义注册参加联合国的很多的会议，包括最近的联合国土著论坛。多利坤是中国政府2003年认定的恐怖分子，涉嫌组织和领导恐怖活动，策划、解救和资助恐怖分子，曾担任安理会第1267委员会列明的东突厥伊斯兰运动分支组织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的副主席。他在中国策划和实施多起暴力恐怖犯罪，包括爆炸、抢劫、谋杀等。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分子。他自己在1995年12月14日在安卡拉也公开承认参与组织策划了中国新疆的系列恐怖爆炸。
第二，他和他的组织一直在推动新疆独立，然后他现在是担任世界维吾尔大会的主席。那么这个组织呢，也一直以争取东突厥斯坦民族自决为宗旨。他们的行径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据我了解，受威胁人民团体，他也支持就是损害其他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行动。所有的这些都表明他的行为是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第三，多利坤在4月25号参加联合国土著论坛的会议的时候，尽管他是以具有自上地位的受威胁人民团体成员的身份注册与会，但在对话与会人员登记表格中填写说他自己是来自世界维吾尔大会。而世卫会没有自上地位，也没有被同意参加这次常设论坛的会议。这个行为表明，或者多利坤，或者受威胁人民团体，或者他们都是以欺骗、撒谎，这些行为也都违反了联合国的规则和做法。那么根据经世理事会1996/311号决议31，那么他这个组织已经不符合获取自上地位的条件，应该予以撤销。那么我们本可以直接要求，今天委员会就采取行动撤销他的自上地位。但我们也愿意按照委员会的规则和做法，给这个组织提供机会，就提供书面的答复。要求他在本周五之前将书面答复提供给委员会，以便我们周五采取合适的行动。谢谢主席。Agradezco al distinguido representante de China. 我要感谢尊敬的中国代表来发言。根据程序来看，我们委员会确实要求有关的组织做书面答复的，所以我们秘书处将根据中方要求与该组织联系。星期五我们到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
再来看有关的我们的委员会报告的时候来处理这个问题啊。如果没人反对的话，我们就这样办了。好，我们接着看，接着往下看吧。好，下面请美国代表来发言。非常感谢您，主席先生，也感谢你刚才给我们安排的讨论的形式。就中方的代表刚才发言来说，我想读一下秘书长的报告里边的一段内容。HRC 36/31，这是3月29号，今年3月29号分发的，这也是秘书长的报告啊。这并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或者是媒体的报告。如果要包含一下，我读一段说，4月26号，2017年是一个维吾尔的一个活动分子，他是代表这种代表部族多坤呢出席了就是联合国的一个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呢。他是有人陪伴进入联合国总部的，但是在中方呢说这个人呢属于安全员，不能让他进来，因此呢多坤呢就未能参加土著问题常设论坛。这是去年的，这是对这种人权斗士的报复的那方面的情况。这秘书长报告里边的这种报告的段落，但是今天呢我们也听到了有人又来提出了报复了，所以我们委员会呢要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个行动非常关切，我们也对中方提出来的指控非常关切。这个普通照会呢是星期五晚些时候呢才发给我们的，所以我没有时间来发表我们的意见。我想呢，确实这个人呢是给了一个出入证的可以参加，当时参加了。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我想联合国的有关的部门对此处理也非常负责的。然后呢，是不是请联合国的安保部的人给我做个介绍？确实的，他呢就像中方所说的参加了这个论坛。但是呢，在联合国的秘书长报告里边提到这一点对人权斗士报复之后，然后联合国采取行动请他来了。我想这个非政府组织呢，确实要给点时间做答复，所以呢，我们希望星期五之前要给我们提供答复，然后呢，提供必要的这个信息，然后呢，委员会呢才可以进行讨论，听听这种各方的合理的关切。如果是有些是涉及到恐怖主义的活动，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活动我们美国呢，如果是认为这个人是恐怖主义的话，我们绝不会给他发签证的。如果他是准备搞恐怖活动的，我想呢，联合国的这种安保的官员呢也不会自找麻烦的。如果他觉得这个人有恐怖嫌疑的话，也不会请他来的。就像中方指控他是有恐怖嫌疑的，所以呢，我们本委员会不能因此要接受中方的这种报复。我想呢，这在我们看来呢是非常清楚的情况，而且比以往的情况更清楚了。我们有秘书长的报告，我想本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就可以回去稍微看一下秘书长去年的报告，然后再形成自己的一个看法。谢谢美国的代表。我们秘书处将给安保部的有关人员也联系一下，然后在星期五到时候再来回头看这个问题。中国代表要求发言也请。Make the statement first. I see just German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德国和欧盟。
谢谢你，主席先生。我们非常这么短时间听到要求撤除受威胁人民学会的这个资产地位呢，我们非常吃惊呢。我们呢对这个建议我们谈的看法，我们受威胁人民团体呢是独立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它是讨论这种人权的问题，是保护那些受到威胁的一个族裔和民族和土著的问题。它是在德国注册的，他呢在1993年获得了一个联合国的资产地位。自那以后呢，他已经参加了各种联合的会议，包括几次参加了土著问题的常设论坛。多尔昆先生呢，确实他是作为受威胁人民团体的一个成员，是作为这个身份呢在常设论坛登记的。他呢参加了受威胁人民团体多年来，这好几年了。其中的这个团体的成员是属于这种少数民族或者是土著居民，我们认为非常正常的是，他其中这个团体成员可能是其他成员的同样是个成员，就是指控他是搞恐怖活动以及与恐怖团体有染。在我们看来，这好像是没有依据的，好像提出这一种指控已经好长时间了，但是呢，你们有什么确实的证据拿出来吗？联合国的安保部如果是认为他是有安全威胁的话，不会给他发出入证的。联合国的安保部来看到这次多尔昆呢他进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所谓的有一个会员国提交的一个证据，好像，所以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道理的。同时国际刑警组织呢撤销了对多的红色通缉令，是在2月，这是在该组织认真审查过撤销了。他也是我国德国的公民，所以呢我们德方没有任何有关的信息他可能会构成安全方面的威胁。我们认为就凭这一点不能把受威胁人民团体这个资产地位撤销。我们认为这个受威胁人民的团体要求撤销他的一个资格，其实是要对他进行的报复，是因为请了多尔昆在这里谈到了让我们关切的人权的问题。我们也说去年呢不让多尔昆参加联合国的土著论坛，这可能在联合国的秘书长的报告里面，刚才美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求大家反对中方企图撤销他这种资产地位的一个企图。我想这个受威胁人民权团体多尔昆呢只是行使他自己的保护人民人权的一个权利而已。我想同时我们呢也要听听非政府组织意见我们今年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出台70周年，我希望大家继续维护世界人权宣言里边的基本原则。谢谢您，主席先生。我要感谢尊敬的德国代表发言。下面请欧盟代表来发言。谢谢您，主席先生。欧盟也同样有严重的关切，就是要把受威胁人民团体要撤销自杀的地位。我们为什么关切呢？因为我们听了刚才中分的建议的一个方式，以及有关的一个论据。我们非政府组织呢委员会呢是根据在星期五才给我们叫的一个这种普通召会以后做决定的。这并不是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做法，因为我们处理这个问题非常严肃的，所以呢好像指控他搞恐怖主义，以及呢然后又涉及到了1993年就有金山理事会、慈善理事会的受威胁人民团体的这个地位呢。我们认为中方提出的这种要求要认真的研究了。我们德国这个
是这个多尔昆的一个公民级的一个国家。我想啊，他刚才也谈了理由，我们可能还记得多尔昆呢是把它作为秘书长报告里边2017年的打击人权斗士的那部分的内容提出来的，同时要求啊，在对日联合国那个机制和代表或者有关人士的这个打击的那部分报告里，我们欧盟呢要求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反对撤销这个组织的自上地位。我要感谢欧盟代表做发言，下面请尊敬的联邦代表来发言。谢谢您，主席先生。亲爱的同事，早上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认真地听取了，也认真地研究了中方所发的照会。我们认为，中方刚才说呢，就是受威胁人民团体请多尔昆来参加联合会议，这件事很严重的。我们呢也听了由美国和欧盟提出来的一个意见，我们认为可能这个组织可能在金沙理事会过去曾经发挥过它应有的作用，但是现在这方面呢，它的作用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这个非政府组织有了资商地位之后呢，不但是有权参加金沙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同时呢，他自己也承担责任呢，要按联合国宪章规定办案，并要有关的保安方或者以及安全方面的规定来办案，不要就是利用他团体里面的某些人有身兼数职，这样呢就是投机取巧所以因此呢，我感谢中国代表团表达的灵活性。我们认为中方提出来的请星期五之前给该组织做个书面的答复，如果我们研究后认为他的答复不行的话，我们赞成撤销他的自上地位的。好，我也感谢尊敬的联邦代表刚才做发言。好，巴基斯坦、古巴和以色列。谢谢您，主席，各位同事，早上好。我国代表团听取了刚才这部分的讨论，我们还是关切的。有个代表团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指控呢，涉及到一个组织的一个行动。这个组织呢已经有自上的地位，我们认为你想搞恐怖主义不应该是等闲视之的。虽然这个组织呢已经没有自上地位，我们也赞成中方同时给委员会提的建议，我们给这个组织给我们提供书面的答复吧。星期五之前提交了，这样呢，我们不但是维护了透明的原则，同时维护这种法律正当程序的这种做法。所以，如果严重的这种